平安，那个感谢上帝我们大概就2个小时我们就很顺利到这个地方。我现在看到大家每个脸上一个倦容的感觉因为早上我们很早起床，然后很早出门那所以呢，我们稍微练习一下，我们今天要唱的诗歌了好，来，我们先练习一下在这个之前，然后一方面呢，让我们接着这诗歌我们。身心里稍微苏醒一下来，我们今天唱第一首歌，我们成为一家人。那今天我们唱的圣诗呢，都是用华语版的所以我们要稍微熟悉一下。虽然这些歌曲呢，我们有点熟悉，可是我们这些歌都是华语版的。来，我们来唱第一首歌，我们成为一家人，来练习一下，好来。我们成为一家人。日夜
是备注的人有福气啦吼。这首咱即摆就给华语的啦，华语的我们来唱第一首就好。大家预备，我们开始今天的礼拜奏乐。
要赞美上主，要在他的圣所颂赞他，要在彰显他能力的天空颂赞他，要颂赞他大能的作为，要颂赞他至高无上，一切有生命的被造物都要颂赞上主，要赞美上主。我们一起来唱圣诗。让我们一起起立。在唱诗前呢，对其他旁边的人说，我们一起快乐地敬拜上帝。快乐来敬拜上帝。这是一个应有仪式，我们邀请我们很多的朋友，我们邀请很多的亲友，我们弟兄姐妹，还有华语的还有一起来献堂。所以呢，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今天特别我们学者来到国立基督教医院。那我们在2年前就有计划要过来。那今天呢，我们在这边终于成型。那除了普及之外，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也非常努力的是人物的这些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放开心情，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来起来。一切。
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上主，你创造大自然，让我们在这边来能够尽情的享受。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特别感谢你，让圣母教会今天早上一早能够从新竹地区来到埔里。特别感谢你，因为你带领他们一路平安，也求你继续引导我们今天在这边所要从事的敬拜，我们下午所要做的一些深度的旅游，主都求你来帮助带领，让我们在这边不但我们的灵性得到保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理也得到一些新的帮助。我们谢谢你。求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整个聚会，能够从头到尾都得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次我们来看启应第7篇，我说这里来历了哈，要用台语哈。我来给会众来，今宣布上帝的约，支持对伊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这声上帝要日头比天大好的。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对天的一边出来，射到一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带领丰盛。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就纯真，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济，纯金较贵重。拄法，互你的牧人得到境界。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由你保守你的牧人，互伊无故意犯罪。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上主我大所，我你主啊，愿我随所讲的合你的旨意。多谢咱来看一所在圣经，伫个彼得前书5章第6节到第10节。彼得前书第5章第6节，所以你们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谦卑，这样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提升你们。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他，因为他关心你们。要警醒戒备，你们的仇敌魔鬼正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搜索可吞吃的人。你们要信心坚定，抗拒他，因为你们知道，全世界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也都在经历同样的苦难。但是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以后，那位是一切恩典的上帝，就是呼召你们借着跟基督耶稣连结，来分享他永远的荣耀的上帝，必定亲自重建你们，坚定你们，是力量和巩固的根基给你们。以上，愿圣灵与我们同在，能够启示他话语的奥妙。这时我们赞美要请水意姐妹。
上帝。非常感谢主力哈，他为我们协奏的 USC 这一首歌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哈。那特别今天配合我们的主题来讲到上帝扶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遭遇呢，其实都不太一样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人生的历练都不太一样的。那这首诗歌呢，其实就非常非常的会受欢迎，无论是国内国外的。我的听了好几次，那有时候我会进到网站里面去听到这首诗歌，听了每次都很感动。我相信呢，纯丽让他们吹奏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了解他的人或者他本身也对这首歌有很深的一个感触。那当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上帝，我相信呢，上帝就是我们一切遭遇或者一些问题，我们很好的一个扶持和帮助者。今天在车上呢，我们就看了一些影片每个车上看的影片不一样。那我看的那一部影片呢，其实是他家庭遭遇到很大的一个变故然后呢，父亲呢，整个家庭就因为遭遇这件事情之后，家里就很大气就非常的改变。有些的状况呢，有些情况他对上帝不是很了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家里就整个改变了，关系就整个改变了，其实就很淡就是落入到很低沉，然后过去非常快乐的、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突然间呢就变成好像因着这些的变故，然后就大家就变得非常的低沉，然后非常被这个忧伤所淹没住所以上帝呢就帮助他们走出这些的问题。虽然很多事情不太明白，可是呢，知道上帝有一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旨意，或是想象的一些的想法。虽然我们不太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上帝都在我们苦难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没有放弃我们，看见我们，然后呢，他也跟我们同行这条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保守我们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昨天就来，相信他们也能够享受一天非常美好的时光。主，今天我们清晨很多人很早的时候我们就起床，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带着欢喜的心，一年一次我们相聚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教会以外的地方做礼拜，并且我们能够走出户外。我们很多我们的亲友们也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来相聚，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并且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场合当中，甚至从大自然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你的智慧、你的能力的创造，并且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就是来敬拜，因为当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赞美，赞叹上帝你创造奇妙作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敬拜，因为我们归荣耀给你，也借此我们来认识上帝你在各方面为我们丰富的预备。求主耶稣，让我们今天能够得享一个喜乐的一个平安的一个日子。让我们在这边，我们也促进彼此之间更好的关系。主啊，借着我们在今天的活动，主让我们都有一个更新的身心灵。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跟从你的话语当中，知道我们无论我们的脚踏在什么地方，我们经历过哪些的事情，上帝你都眷顾我们，你顾念我们每一个人。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段时间我们都一直在读彼得前书。彼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其实呢，他的周遭他的朋友，还有他的这个教会里面的其实都面临到很大的危机了因为从外面很多的逼迫。最近我们当然看见了我们在周遭当中整个世界，或者在我们邻近的地方，不管香港或者在大陆其实都会很多混乱的一个状态那处在这些状态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身心都会随着这些的摆荡有时候他觉得
离我们相近，那有时候觉得他离我们蛮远的。可是呢，在我们生活每一天经历的事情，在我们身旁或是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你就可以看见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这些的经历。那在我们的欢乐当中，也带有一些忧伤然后有一些在忧伤、难过、挂念当中呢，好像又有一份因着上帝给我们的一种说不出的一种内心的平安。所以我们都处于在这种有时候欢乐，有时候忧伤的一个不同的参差的一个情况当中。那他们彼得在写这个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外面遭受到很多的压力的，是从罗马帝国政府过来的。那当然还有他们同伴之间，因为他们信耶稣之后呢，然后呢，他们跟他们旁边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的方式，然后呢，他们的一个信仰然后都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受到很大的排斥他们因为信耶稣的关系，他们可能就会剥夺很多的权利。你是信耶稣的，所以我不容许你做这件事情，不容许你做那件事情。你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我不要跟你做生意你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跟你同伙做一些的事情。那他们有没有因为这样的话，那他们就有没有因为这样，他们就改变他们信仰呢？没有。他说我还是要信耶稣的，虽然我面对这些事情，内外的交迫情况，他们甚至呢可能生命受到威胁，他们生活受到影响。那这种情况底下呢，我相信呢，他们一定会让他们生活当中取得很大的波浪。所以彼得就勉励他们说：你们即使落在很大的患难里面，也可以喜乐那当然，我们生活如果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喜乐了。可是当我们落在患难当中，怎么样喜乐呢？那么彼得就说：你们要将忧虑卸给神，交托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跟原因。你们在很大的忧伤或者很大的困难当中，还是可以保持某种喜乐。忧虑会让你们失去喜乐，让你们落在很沉重的压力底下。所以呢，当你们把这些忧虑卸给神，为什么可以卸给神？因为上帝呢顾念你们，而且他有能力承担你们这些事。忧虑包含所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患难。当然，很多的忧虑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些的担心，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那所以呢，当我们对一些事情失去了控制的时候，我们会有忧虑。当我们对未来有一些的担心，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未来，甚至这个未来我们可以预期它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我们没有办法有能力去处理它、面对它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焦虑。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像这一段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让上帝替你承担吧。即使你不知道，那因着我们对上帝的相信，那上帝会顾念、保守我们一切投靠他的人。那圣经里面呢，其实充满很多上帝顾念人的事迹。那今天我们念的这段圣经，上帝顾念人，那其实这一句话在圣经常常出现了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他们做奴隶做很久，至少有80年的时间80年，那整个民族呢都变成是埃及人他们的奴隶他们就做苦工建造城市然后他们为他们牧养这个羊群这就是这个民族就被他们拘束在这个国家里面当奴隶一样那他们过的日子就很辛苦，所以他们承受不了了，日子过了那么久，也看不到什么出路，所以呢，他们就向上帝叹息哀求。上帝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圣经就提到说，上帝就顾念他们，然后就差遣摩西拯救他们出埃及。
那什么时候你会开始向上面哀求的？一定是你落在很大沉重的压力底下。不晓得当你落在这种沉重压力底下的时候，你怎么样反应这些事情？可能埋怨啊、叹息啊。以色列人说，他们向上帝呼求，上帝就顾念他们。你知道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啊，玛利亚，她其实生长在一个地方叫拿撒勒，那这个是小小的村庄，很偏僻的地方。那在很偏僻的地方，其实没有人太多认识她。她也是小村庄的一个小女生，那也是一个很单纯的小女生哦，其实没有人认识她，就在向上帝是很敬虔的。有一天呢，上帝的使者加百列就向她显现，他说：“玛利亚，玛利亚，你要怀孕，你要生了一个儿子，他是弥赛亚。哦，所以这个玛利亚呢，她就觉得，哎，我是一个小女子而已啊，又没有人知道我，这是很偏乡的地方。”比我们头里还要这样偏乡的地方，然后呢，他说：“哎，我这么一个卑微的人，怎么一个天使来，而且让我生了大家所期盼的弥赛亚呢？”所以呢，玛利亚她就写了一首诗，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因为我的救主快乐。”不是因为那个天使加百列跟他讲说：“哦，你要。”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快乐。他说，平常他就因上帝而快乐的哦。所以他虽然是很偏向的地方，可是上帝跟他很亲密的。然后他就说一句话，他说：“他顾念使你的卑微。”虽然我是个偏乡当中的小女生，可是上帝顾念卑微，我的卑微。而且他称为他是上帝的使女啊，表示他平常就是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可能在他的偏乡的小会堂里面哦，他就经常在服侍上帝的，所以他才说我是上帝的使女啊这样。在我们有些姐妹很喜欢说我是上帝的使女，这个就很高兴，因为他表示他是经常在服侍上帝的，而且谦卑服侍他。上帝顾念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别人不认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天呢，那个年少的大卫，他在户外看守羊群，然后呢，他看见满天的星宿，他就写下诗篇第8篇，他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并赐给他尊荣、荣耀为冠冕。”年少的大卫也是一样的，在夜间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小牧羊人、小牧童，他可能16岁、17岁，比我们都还小。可能一个人或者旁边有同伴，然后就在野外夜间，就在户外的地方，比我们现在幸福多了，可以看见满天的星宿。当他看见非常漂亮满天的星宿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帝啊，我们非常卑微的，可是你顾念我。虽然我是一个小牧羊童，在户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有野兽、有狮子、有熊、有豺狼，可是上帝啊，你竟顾念我。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遭遇患难，我们会说：“上帝啊，我遇到这个事情。”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单独承担这个事情，可能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年轻人，那我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是处，我们自己可能会觉得很卑微，然后觉得没有价值。有时候我们被忽略，我们被尊重，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孤单，一个人，然后好像我们并不是那么重要。可是圣经里面，它有一句话非常非常好。他说：“上帝非常珍爱你，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情况里面顾念，所以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有没有觉得，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当你跟人群在一起，突然会很快乐，然后结束之后回到家里就觉得哎呦好落寞的感觉，然后呢有时候呢。我们的一个人，那有时候表现得很好，有时候表现得不好。
有时候我们功课很好，有时候功课不是很好。在班上当中，你可能是有受欢迎的人，有可能是你也是被忽略的一个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人会有一个思想，就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上帝会忽略。有一个史蒂芬·马丁牧师有一次呢，他就带着他的9岁的儿子，到纽约一家圣经学院那边，他应邀去那边编一首诗歌集。那在那个编诗歌集的当中，隔壁村庄的邻近的一个城市的教会就请他去讲道。在那时候没有像我们要坐高铁然后出去了可能1天或2天坐着马车慢慢出去。虽然是临近不像我们说现在在隔壁几公里而已，一个村庄跟村庄就可能很远因为那个很大美国很大。所以他出去了可能要1天2天的时间。那他要出发的时候呢，他的太太牧师娘刚好生病，疾病那就非常担心他本来是想说打一个电报去给那个教会说，我要留下来照顾我的牧师娘他生病很严重所以就不要讲道了。这个其实蛮严重的因为做礼拜就是牧师讲道突然间不能来怎么办所以当他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拿起电报要打的时候，去打电报的时候，他的儿子就跟他说：“爸爸，你要去讲道。那你平常就教导我们说上帝顾念我们然后你要去讲道，妈妈在这里，那你去讲道，上帝不会顾念我们吗？你负责去服侍上帝，然后上帝不会负责照顾妈妈吗？那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讲这个马丁牧师听了，心里就当然有点自责，但也有点挣扎。到最后他祷告之后，他就觉得好吧，那我就去还是去好了。所以他去的时候呢，其实他讲道就感动很多人很多人因为他的讲道就很受到祝福，而且带领很多人归向上帝。那一天过了2天这个马丁牧师他就回来了，他的儿子就拿给他一张纸。那这一张纸呢，其实是他的牧师娘听到他儿子很单纯的对他爸爸所说的话，心里很深的感触，所以他在病床当中的时候呢，他就写下，因为有一个灵感，就写下一段的词句。他说这哪里的爸爸？这是我在生病的时候，他去讲到时候我所写下的。所以呢，这个马丁牧师呢，他就走到钢琴旁边然后一下子就写好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就是非常有名的《天父必看顾》。天父必看顾，天父必看顾你这就带过兄弟的照顾你这个歌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在很多的情况里面，忧伤当中、生病当中、困难当中 ，anyway， 任何的情况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忧虑的，我们会放不下的，我们那时候会有开始担心，然后有时候甚至会问说：上帝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今天我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他其实也有一段话的。他说：当我最需要上帝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那当我的家里遇到很大的危险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他完全没有办法知道，因为很多情况就是当我需要上帝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就像那马丁牧师一样，我要去讲道了，然后你为什么没有看过我的家都平安到我可以心情很放松、很平安的去讲道，一切都非常顺利。可是上帝好像是在这些很大的波折当中，一直在考验我们的信心。然后呢，让我们是不是持守对上帝的信心，并且对那位看不见的神，然后有信心的眼光说，虽然我看不见他，看见我们；虽然我看见我的困难，但是他的力量预备在那边帮助他。所以有一个对话，我看了他就说，当我需要的时候，你的时候你在哪里？他说，我跟你同在困难当中。
然后上帝就对他说：当你所看见都是困难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用一个信心的眼光来体验上帝的存在。如果你的眼光都是看见苦难的时候，都已经被所有困难拘束住了，然后没有办法用超越的信心的眼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体会，或者我们没有办法去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上帝。那所以呢，这首诗歌呢，天父必看顾你，哇，这首诗歌一直到现在100多年了，它就安慰很多人的心。很多的信徒呢，在遭遇困境啊，在病床当中，或者心灵疲乏软弱的时候，就得到帮助。那以前我们去医院探望的时候，一定都带着这首诗歌，然后到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的弟兄和姐妹谈到病床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唱这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在那种当中呢，大家的彼此信心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呢，这首诗歌就是这种情况里面所写的，必须有一个信心的超越。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在失望，我们在危险时，我们在试炼，我们在病痛，我们在疲倦时，我们要相信上帝眷顾我们。有一个家庭啊，他们后来他们就做见证了。他说，太太呢其实都是在家里面照顾家庭，然后先生呢其实都是是家庭的支柱，在工作。有一天呢，他就被裁员了，就在家里面。那当然经济又出现很大的问题。那他的儿子呢，刚好在青春期，17、18岁，那就有叛逆期。有时候不听爸爸妈妈的话，骑着摩托车就出去要弄人。后来我就想只要讲车祸，所以脚就受伤了。医生说要休息1、2个月在家里面，所以这个孩子也不能到处乱跑。所以你会发现，先生突然没有工作，孩子又脚受伤，那怎么办呢？家里就很乱了。当然太太就说：好，我在家里面照顾你们。后来发现不行，所以太太就没有办法。以前都很久没有工作了，他就出去找工作，换他出去工作，换先生在家里面学做家事。我出去工作了，那家事就你做，所以煮饭还有洗衣服就你做，先生也没有办法。然后呢，儿子跟那个父亲呢，常常以前呢就经常在里面叛逆嘛，常常争吵。就说你们2个护士现在家里面怎么办？就在家里面都没有地方跑。我出去工作，你2个都不要卖关给，你们父子就不要吵架好不好？不要出去工作，然后安心的出去工作。所以这事情他就很担心了他就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那就这样发生这么多事情，我必须去工作了。这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事情。我要出去工作。我要重新回到职场，先生重新回到家里他需要做家事，儿子也必须要在家里面休息。所以上帝就这些事情吧，上帝你看着办吧，就把这事交给你我没有办法。不久之后，很奇怪的，家里的事情全部改观。先生呢，他就开始学会做家事然后会煮饭然后可以在家里面准备3餐，然后呢，他又会照顾孩子，但孩子也没有办法，必须要被爸爸照顾。爸爸就很耐心的，然后细心的照顾他。2个父子的关系都变得很好而且呢，儿子的叛逆的个性就很收敛了，所以呢，他们的父子关系都很不错。那一段时间之后，没有多久，先生又找到工作。那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父子关系变好了，然后家里经济有很大的改善，所以家里的气氛比以前更加和乐。就是遇过这个事情之后，总是遇过这个事情之后，重新会重建家庭的一个和乐的婚姻，这是过去做不到的，可能是在非常平顺顺利当中的时候都不会遇见的。可是因着这个事情，上帝在这边做一些很大的改变的工作。那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家庭，但可能是雷同，不一定完全相似。
可能在我们家里也有一些刚好青春期叛逆的孩子，可能我们家庭当中也会遇到一些经济啊，或是一些另外不同的困难。可能呢，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也是很疏离，也是很冷淡。上帝有时候会经过一些事情，让我们重建关系，但知道上帝会陪着我们走过这些的过程。所以，当我们遇见很多的困难，忧虑是免不了的。就像刚才所说的，忧虑通常是因为我们担心事情失去控制，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掌控它。我们可能害怕不可知的未来。那忧虑是可能免不了，可是如果忧虑的长期占据我们的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啊，让我们觉得非常沮丧，甚至会有埋怨，彼此埋怨，彼此的指责。那这些都是对的。这种可能是我们需要学习信息的功课，转变一下观念，转变一下来我们的注意的焦点，把我们从这好像漆黑看不见尽头的黑暗当中转变观念。就像我们刚才所影片的，如果你全部都是注重你的困难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转变的。现在把我们观念、我们眼光稍微从我们困难当中转向上帝，说：上帝啊，困难就是在这个地方。你顾念我们的问题，顾念我们可能会有担心，可是上帝，我相信你是慈爱，你有能力。我相信呢，这些你都知道我们的苦情。就像上帝你在圣经所说的，你顾念我们。那当然很多情况都是我们必须要经过，我们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好像真的我们承受到很极致的状态，我们才会上帝呼求。那其实上帝也顾念我们的，这是我们本来有的情况，因为我们都有经验嘛。遇到这个我们赶快处理啊，该怎么处理？而且处理不了的时候，而且是长期一直处理不了，我们才是上帝面前。可能我们情况是这样，我们越早来到上帝面前，当然上帝有时候会让我们等待我们一下，或者等待一段时间之后，等待来超越我们信心一下。但是这是我们必要的过程，上帝会体谅我们，上帝都会垂听，然后用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当中，可能会超越我们一下信心一段时间。可是重要的，我们就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上帝呢，可以有能力来处理一切的难题，因为当我们有卸给神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慈爱，也相信他的能力，也相信他会顾念我们。所以圣经说，在我们最困难，好像我们已经承担不起的时候，上帝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这个出路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事件，可能一个环境的改变，甚至可能是个病痛当中，然后转变我们整个的情况，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以赛亚书说，妇女妈妈怎么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妈妈怎么会不连续她的儿女吗？婴孩呢？就像我们现在家里如果有婴孩一哭，所有人都动起来。只要他一哭，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顾念他的哭声，一定是有什么需要的。那圣经所提到就是这个概念。妈妈怎么可以把他的婴孩放下不管呢？所以当我们在很大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就像妈妈一样会顾念我们。听见的，急或有忘记的。妈妈可能在忙碌在厨房，可能在洗手间，儿女哭声的时候，她可能没有听到。妈妈可能会有些的软弱，可是上帝绝不会忘记我们。然后他加上一句，他说：“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手掌上。”每个人都是上帝的掌上明珠。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麻雀，上帝都非常重视和关切。有时候我到户外去看到小麻雀的时候，看到它，小麻雀就很肥壮然后看到这个心都很感动，我就会想起圣经里面
小麻雀这么软弱，这么脆弱，然后上帝还供应它吃这样肥肥壮壮的，然后叫声那么响亮。因为圣经里面提到说，即使麻雀掉下，它也都顾念。即使像小麻雀这么微不足道，上帝也非常的重视和关切我们。所以生活中的难题，惊惶失措，乌云笼罩，我们陷入重重的忧虑、忧愁挂虑，甚至有时候会暂时遮蔽我们信心的眼睛。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所吹走的上帝扶持我们。经过狂风暴雨，经过重重的高山阻隔，上帝扶持我们。因为上帝慈爱，有能力掌管一切，是值得我们信心来信靠他。所以把我们重担献给神，全心的信靠他，而且让上帝必顾念我这个意念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我们彼此对旁边人鼓励他，对旁边人说：上帝顾念你跟我。上帝顾念你。对，那这样思想一句话，上帝顾念你，然后放在我们心中每一个情况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这是何等美的思想！5个字，上帝顾念我。那这样的思想一直放在我们的心中，而且一直让我们可以记得他。主，因为我们每一天所遭遇的事情，其实不在我们掌控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处于在一直的顺利、一直的喜乐的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遮蔽我们眼睛，然后好像鸵鸟般的，觉得一切问题都不在了。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每一天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压力、我们的挂虑都会临到我们身上的。甚至呢，即使没有发生，对未来我们还是充满忧虑的。上帝啊，当我们每一天一睁开眼睛的时候，不是让重重的压力、挂虑在我们身上笼罩着我们，而是每一天一起床睁开眼睛的时候，主让我们对你说：上帝，我感谢你，今天你必顾念我，你必眷顾我，你必帮助我走过重重的困难，让我卸下重重的压力、忧愁，因为上帝必顾念我。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讲到我们一起来唱回诗歌，我们回诗621首。咱们起来就休息。那
嘉诚。好，谢谢牧师要我在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埔里基督教医院。我来这边2年多一点所以在这边其实还蛮多的感受今天牧师的讲道题目是顾念我们的上帝其实我在这边常会体会到上帝的顾念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些医院的介绍。埔里基督教医院是在埔里我们知道埔里是台湾的地理中心它其实是不属于任何教派，是独立的我们知道很多的基督教医院，像马街、彰基，它是属于长老会，新的是长老会。那嘉基好像是信义会，平基好像是门诺是门诺会，所以都是有属于那个教派。那埔基当初是孙理人宣教士设立的，所以它没有属于任何教派。那它的整个经营的目标就是不以赚钱的目的那医疗部分主要是服务偏向那信仰方面，我们的愿景就是爱邻如己所以他是在1960年以前，那时候孙理人他是孙亚各牧师娘但是他又不想只当牧师娘，所以他认为他应该要做一个事情，所以他就来到埔里这个地方，他发现山地的居民很需要这些医疗所以他就除了在埔里以外，他也跑到花莲。那时候门诺医院好像也是他开始的所以他来到这边，他就先开始设立一个医疗站就是巡回医疗。但是后来世界展望会的会长，那时候创会会长当跟包第也是来的时候，他发现确实很需要所以他们就2个就合力开始做这些医疗的工作。但是世界展望会其实它的主要目的是在照顾孤儿所以他资助埔基一段时间以后，他就退出。他那时候有设定10年的计划，就是要慢慢退出这个医疗的这一部分所以后来就世界展望会他正式把埔基挪给把埔基都挪给我们当地的人了这个是整个埔基的它是1956年跟我们教会好像也是同一年设立的那在1963年是成为医院那1985年是正式跟政府登记了目前它是南投唯一的区域医院，就是意思说南投是最大的医院就是埔基的那这几个人物都是对埔基有一些帮助的人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个是整个大事记到我们去年是长照中心开始启用那主要是一个大的转捩点是在921大地震就是在921大地震之前，埔基已经快要有在打算说是不是要结束营业921大地震以后，因为整个医疗都被摧毁所以很多捐款进来，进来以后就开始重建重建以后就成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样子这是孙理人宣教士他成立了芥菜总会，我想大家对芥菜总会也很了解他就是从芥菜总会去募款，然后来帮助埔基那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其实在埔里做了很多工作，除了医院以外，他们有设立退休疗养院这个后来变成县委的纪念营地，因为那个业务越来越少，后来他就把这个财产捐给长老会就变成县委纪念，在附近的礼仪堂那个地方。那他也曾经办过孤儿院
那乌角病诊所是谢伟医师他去帮忙另外那个叫王金的医师一个内科一个外科，他们在那边做那也有玛丽亚产业，因为原住民的那时候的产业常常因为难产死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个产业然后为了帮助这些原住民的这些小孩子所以也设立了护理学校那这个护理学校一直办到1973年，因为政府要求立案，他那时候因为达不到那个要求所以就停止了然后有一个3D墓园，也是为了原住民，因为有些来到这边生病死亡就没有地方埋葬所以我们就办了墓园，把这些人埋葬那小儿麻痹之家也是那时候有很多小儿麻痹所以他们也设立了，不过后来就因为那个个案减少那伯特利圣经书院，这个是为了让山地的这些居民尤其这些年轻小孩子，他们有一技之长所以他就办了这个书院，让他们去学习一些技能所以外国现在事实上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在这个地方。那这是谢伟谢伟曾经担任过我们长老会总会的议长他是那时候的一个医师那时候他到美国留学，那回来的时候本来是马基院听说要请他去当院长那孙理莲到机场就把他拦截下来叫他来普里因为他跟普里这边有地缘关系，所以后来他就来普里当院长那这个是他的日记就是他来这边虽然物质上面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他觉得不会有金钱上面的挂虑因为都是反正他觉得服务病人是最重要的那这个是当时他们到山地去的一些照片那是1956年1月16号开始的一个山地诊所也不在这个地方，在市中心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后来才设立的那这个是世界展望会那时候来视察的时候发现说确实的需要所以那时候Dr. Bob Pierce 他觉得应该要资助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主要他们其实工作主要在韩国，因为韩战那时候有很多的孤儿，之后他来这边发现可能是孙理莲邀请他来那他觉得应该要所以他就过来这边帮所以他就捐了一些钱让医院盖这个病房那时候的病房因为没有钱所以就是用竹子先做的我们叫竹筒屋了那时候因为世界展望会看到需要，所以他就开了一张空白支票给主席了他就说你要多少钱你自己填上去所以他有交代就是说因为我们目前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台地是埔里，我们如果站在医院我们从旁边看出去可以看到整个埔里镇所以他那时候交代就是希望在这个台地上可以建一家医院让整个山谷的人可以看到十字架所以后来他就把那张空白资料交给那个孙理莲让他可以那这张支票到底多少钱呢从世界展望会他们的报告是说总共是26000多美金那时候的2万多应该是很大的但是在芥菜总会他们自己的报告是32000多所以说多少钱不知道但是买地大概只用6000多块那其他的开销这样子这个是这个当叶子他的女儿前几年2014年来的时候他看到他父亲的照片他自己蛮有感受的因为他说其实他小时候很怨恨他父亲因为一天到晚都不在，都在外面跑所以他没有什么跟父亲没有什么互动
但是后来他也接了世界展望会的巡回大使，他到世界去看的时候，发现说，他父亲在整个世界，在很多地方都做了很好的事工所以他心里那个怨恨才慢慢的放下来。所以这个用那个钱，我们就盖了这个大楼这个是大概是库里第一间的钢筋水泥的大楼。那这个大家可能会有点面熟，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进来我们进来这栋大楼对面的一个院史馆。当初盖的是这样，但是921的时候有震毁剩下中间这一块所以这一块他们就把它从我们这一边拖到对面那个地方去，等一下大家出去可以看那就变成我们的院史馆。这个都是以前的门诊当时的设备都比较简单一点。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宣教师这个是一个医师是另外一个医师，他在恒春基督教医院，他也是来支援那时候这个小孩子这就是这边这位他是在今年有来这边，因为他要看看跟他小时候跟他爸爸来古迹的一些怀念所以他看到我们的乐史馆里面有他爸爸的名字在这边所以他也是很感动因为他小时候来他有一些人事他还记得所以他来这边他就觉得他还带他儿子过来所以等于是3代来这边怀旧不过就是因为这些人来到让我们有一些反思就是说到底我们是留什么给我们的下一代有些人是留很多的钱但是这个钱我们再留再多，他可能还是觉得不够但是我们看到刚刚讲的这几位，他们留给他们后代就是一个他们愿意奉献的心所以他们后代来到这边，他们就会感受到当初他的父亲或者更早的上一辈的人，他们为了偏乡地区所付出的这个是后来医院，这个就是我们的小教堂这个还是多少看不太清楚1961所以蛮久了这个是后来的第2、第3任院长，他们2个是挪威的宣教师女的是医师，男的是护理师他们来到埔里以后认识，然后就在那边结婚所以护理师一个是第2任的院长，一个是第3任院长第1任院长就是谢伟了谢伟医师第2任、第3任，他们2个都是一直在那边待到他们退休以后才回挪威去那阿嬷已经死掉了那阿公还在，所以他们称埔里的人称他们为瓦公瓦嬷，因为瓦公来埔里有一个叫陈丑阿嬷，他们称她奶嬷她是一般的道教或什么的，但是她也做了很多善事所以埔里人对他们的印象都很深刻这是921地震那时候的灾情很惨重这个是所以当天晚上1点47分我们那时候的院长刚从台北木环参会木环音乐会回来这是当天木环的音乐会他回到古迹刚好停好车就开始震了所以他刚好下车，然后就开始这些紧急的救难也刚好那天白天刚好医院有演练所以就整个就刚好派上用场这是921的地震那时候伤亡人数还蛮多的这整个镇公所整个都塌下去了很多房子都倒下去了那一阵子整个古迹在1天之内收了蛮多人的这个都是当时的一些状况
这个医院本身也有受损啊。所以在前面10天哦，医院看了1万多人啊，本身已经没有什么资源了哦，就是有些东西也没办法使用了，但是在那种状况下，他们还看了因为病人一直送进来啊，所以不得不看。那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以后自杀的人还蛮多的，哦，从921以后一直到大概很多人自杀，所以这个也是古迹它当时921以后虽然是重建，它也看到这个地区的需要。第一个是自杀的人很多，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就离开了，留下都是一些老人哈。所以为什么它会发展长照？就是在921以后没多久，看到董事会看到这个地方的需求，所以他就开始做长照，在政府还没做以前就开始做长照。这个是院训啊，就是爱民的意思所以为了这样，其实医院本身除了做医疗本身，还要做很多的跟医疗有一点关系的，但是也不是本业的所以在古迹主要的工作就是3D医疗跟长照那目前医院大概有268床那一些特殊病床总有300多床但人员医师目前大概将近70位那护理员大概200多位那服务的范围就是我们进来会经过几个隧道所以我们服务的是隧道里面隧道外面就是属于其他的乡镇所以这里面有6个乡镇那埔里的人比较多了大概8万个人左右那我们可以看到南投的人口其实一直在减少在去年它是还不到50万的人口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清境跟日月潭一个月的进来的游客数就将近40几万，超过南投的人口所以我们的病人有一部分是从观光客过来的所以我们是发展一些这边的需要可以做的我们就尽量做这个是目前我们医院有2家诊所还有护理所，还有5个3D的医疗中心，还有16个巡回站，还有护理之家，长照大楼就是最后的最新的盖好的。所以我们主要是刚刚讲的就是3D医疗是我们主要在做的那边远地区因为有时候那个交通不方便所以他们也不方便下来，所以医院的对3D的需求就是说，如果他们没办法下来，我们就上去看他们想办法如果他们下来，我们尽量不要再转出去，因为转出去，他们常常下来的时候，他们全家人都要下来，你再把他转出去到台中，他们全家人又要跑到台中去对他们来讲是很不方便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把它转走能够处理就处理。那这个是这个目前我们有1个中心在都是比较偏远的地区的那在佛湾山那个地方有一个雪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医疗站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有的地方很远单单从埔里进去时间大概就要大概4个小时左右所以一趟就要那么远所以他们每天大概有时候6、7点就出发去到那边在那边住1天再下来这样子那地理环境其实是最大的挑战以前路不好他们常常涉水什么那现在路有比较好，但是遇到风灾还是会常常会塌陷那长照中心是我们最新的那一栋，就是为了照顾。刚刚讲的是3D医疗，这边是长照长照主要是希望能够照顾这地区的老人那我们在长照有4段期，从健康的开始一直到最后，所以其实古迹都有在做那长照站我知道上次我们教会本来要做
古迹其实已经有20几个站在运作了啊。大概是全国埔里地区大概是全国密度最高的，因为政党要求我们最好是1里都有一个啦，我们就尽量去做啊。那这个是4次据点也有啊。所以在长照2.0，其实它有17个服务项目啊。古迹每一样都有做，愚人之友是我们成立的基金会为了社福做的哦。那古迹我们自己哦，所以那17项哦，我们都有参与的哦。我们去开会的时候发现，有些机构它会做一些，但是不会通通做。但是古迹几乎全面在做这个长照的这些业务。我们可以看到这南投县呢，甚至有的是100%都是古迹在负责的。这个是我们长照大楼哈，在讲。跟大家讲一下财务状况，其实古迹我刚刚讲说，我们都一直感受到上帝的顾念的哈，因为古迹其实每年都亏损，所以可以看到大概都6000万上下，今年我们预估会亏到8000万，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亏那么多怎么维持下去？其实都要靠捐款你可以看到，捐赠收入是这一个哦，我们每年的捐赠大概也是6000万上下所以大概就是可以打平了这个大概就是有亏大部分都亏了，但是因为捐款的关系，可以让医院至少维持原来的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医院放在社福的其实也是都6000万上下，等于是说医院亏的其实就是等于社福出去，那社福大概占医院收入的5%左右了我们如果去看其他的医院，大概都是1%那最多的是恒春基督教医院，他们社福占他们收入的25%所以基督教医院其实是真的是在照顾这些弱势的族群。最近有一个人问那个院长说，有什么办法让你们的收支可以两平他说，只要把不赚钱的拿掉，我们就收支两平。我们社福不做，就收支两平问题是这个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医院也不是这个，我们其实一直在改善我们的提升我们的品质所以我们一直有得到很多的奖项这个是我先把它列出来很多那医疗丰年奖是台湾医界最高的一个荣誉其实普及总共个人跟团体总共得到8次去年是我们3医疗队医疗团队获奖那我们去受奖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团队讲了一些话，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以前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我们也负责扶风乡的那个那遇到台风，我们就赶快把我们的人员赶快撤下山，因为怕说我们人员在山上会遇到危险但是他们是一听到有台风警报，他们就准备要上山问他们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里面很多都是他们的亲人所以一听到这个台风要来了，他们就开始打包，要赶快上去跟他们在一起。那最后这个是我们最近我觉得除了医疗我们在这边做的以外我们也应该有一些发声的所以医院也设立一个广播网，叫做帮帮广播网大家可以用手机这个是网络的广播，你只要有网络就可以听到你可以打一下帮帮广播网就可以进去了。那我们目前有10几个节目正在录制的我们9月21号921 20周年那一天正式开播所以或者大家可以用你的手机听看看我们因为节目还不是很多，所以有空档的地方我们就会用音乐来听以后我们
直播的节目越来越多的时候，大概就可以24小时都可以听到。好，谢谢大家。报告到这边。有地长老有些事情要报告。我们谢谢苏院长在对普及的一个简介。等一下，如果大家在外面回廊用餐的时候，可以更清楚的把那个普及的整个历史记录再看一下。从那个当中，你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感动。921的时候，我那个晚上刚好在家里一直睡在床上，没有下来。还好那栋大楼，那个我们只住在1楼，那个没有垮下来，不然我们全家可能都被压住了。那差不多过了1天，那时候的立法委员李文忠在板桥开始发放，邀集很多的物资，然后送进南投的灾区。那一天里面的卡车可能送了几十辆的卡车，这样载进来。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像普及那时候所承受的那种压力，因为本身自己已经受损，然后还要接收那么多的伤患进来，那真的是很大的压力。不过真的是感谢上帝，上帝的带领让我们今天也很顺利的来到了普及。在我们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上帝真的跟我们同在，真的跟我们同在。那我们为了普及的一个需要，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会友，你在这个红色的单子，红色的奉献袋，这个可以写上你自己的姓名，然后普及这边如果可以的话，他会出具那个一个捐款收据，那另外你也可以为我们这个野外礼拜的需要奉献，那我们。不要算成本，不要讲说成本啊。我们今天一趟下来，我们差不多需要一个人差不多要1200块左右，1200块左右。那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为普及、为野外礼拜奉献，我们都在这里来献上对上帝的感谢，也同时感谢你对这个野外礼拜的一个支持。那我先把我们今天下午的整个行程需要报告的，先请大家来注意。我早上给各位组长的部分的，希望各组长能够下午要点名因为我们这个是请导览人员帮我们协助做导览介绍，是每个人200块的一个费用我们需要。那学龄前是免费，所以也请各组长能够协助拍摄一个团体照，然后我们用餐完之后，我们也请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来协助我们今天的刘弟兄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基本上医院的员工同仁大部分是休假刘弟兄可能如果自己一个人，他很难来处理这个善后，那我们也协助来帮忙整理。那原则上，我们12点半就预备来开始整理所以大家用餐的时间可以请大家尽快那在12，你当晚用完餐，你可以事先到1楼集合那我们的农产品是放在外面，它原来是要设在1楼，后来为了让我们的会友比较时间上比较有用餐也可以一边看这样来选购的。所以它改换到我们的回廊外面跟我们用餐是同一个楼层然后我们下午在1楼集合完之后，请组长带队到停车场一起上车，然后左图茭白笋的这个，请搭昨天来的那个兴隆游览汽车客运的这一家兴隆客运的这个游览车兴隆的青年的车然后要掌握时间下午4点半之前一定要回到普及因为我们
走读船山跟漫游船山是，从这里出发，就在这个台地上走读啊，这个地方叫做船山啊，这个地方叫船山。那请2122这2个流程的那个组长特别留意，掌握时间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各个流程4点半到这里啊，4点半到这里，请跟导览人员做时间上一个配合啊。譬如说，走入大平顶是最远，茭白水也较远啊，那路程需要多久时间？事先要把它预设下来啊。好，那大家可以为这个事，来准备奉献啊。我们教会已经有先，为普及今年的电脑断层跟核磁共振的机器更新的部分，已经有先贡献5万块，但是普及也没有跟我们收这个场地费，就请大家为了普及的一个实际需要，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为普及做贡献啊，也个人贡献，然后也为野外礼拜奉献。以上报告。果然这是这个方面哈，大家。请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一切所有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所赏赐，我们所得的财富跟力量、智慧和机会都是从你所来。愿上帝使我们成为各样恩赐忠心的好管家，我们甘心乐意献上才能来服侍你，荣耀你的名，也献上我们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我们的感谢。愿你接纳。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我来报告哈。今天我
工的部分拄啊，文静讲到报告第二项是顶礼拜咱部会有补选长老甲中职，长老有名是于正时甲黄启修，职事无名林金熙、李信明、徐瑞玲、陈雨欣、曾成。后主任11月13咱两日内中要举行献礼典，要是说地下这请向干事来报名。蒋主任中执会为迄个筹备组明年度中职的事工迄个副部长我想我就卖一个来发请大家来看请中职事工小组、工课甲小组各事工的团队来写今年度甲事工报告甲明年度的事工计划，咱伫咧明年迄个会爱报告中职甲团队的同工退休会伫咧11月15甲16，要伫咧内底甲板山的青年活动中心举行，请中职甲家属甲参加相报名拜四的昨天祈祷会参加要处理上面咱个上面大学设头30周年，11月初5去中原大学会举办庆典活动，报名是200块，请用迄个顺利一事来登记。福尔摩沙巴洛克古典乐团伫咧这礼拜5暗时7点半到会咧举办迄个新浪区的音乐会，这爱买票所以要请向干事来买具体的消息，龙国长老伫咧11月12到12月22英科的陶艺馆要举行创作个展，11月1910点半要举行开幕茶会。今天传道伊方方伫咧12月初下晡3点去到5点，这应来参加相报告好，在这里代表教会欢迎我们所有很多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参加因为参加很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来介绍所以在这里代表教会来欢迎，有都是我们很久就来参加过的朋友你也是可能第一次来参加，都非常欢迎希望能够常常参加我们教会的具体的活动。如果你要参加巴洛克的音乐会的，当天请你过来你可以跟牧师买票因为这边有代购一些票在牧师这个地方。那等一下你也跟牧师讲一下所以不要来这边希望大家能够这很难得的一个音乐会那刚才有报告过12月1号整个时间我们预定下来，因为我们有那个经济的就任，再来就是这个礼拜6这个礼拜6有一个圣经的讲座，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先进你们报名还有我老师的那个他的个展，那我们会联络一下是不是我们集体过去这个我们会在群体当中来报告一下好，在这个地方结束到这里。刚刚那个文秘长有报告，外面有那个农产品那个是医院跟一些小农他们合作的平常会让他们在医院里面摆摊让他们这边卖，帮他们促销所以等一下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当然今天的行程里面有一个是大平顶的，那边是百香果的产区也可以去那边购买。好，我们来唱颂咏19首，我们起立。
愿圣父、圣子、圣灵、上帝的恩典、怜悯和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众人可以平平安安来享受上帝所有创造的美丽。愿父子圣灵、上帝赐福、保守、眷顾我们所有的行程，从现在一直到我们平安回到家。阿门。请坐。好，我们预备到这个地方哦，然后我们预备我们在外面的地方，后面的地方我们要开始准备我们的午餐。我们等一下要请牧师先到外面，做谢饭祷告，还是要在这里？来这边，好，在这边谢饭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预备丰富这个饮食，万物都是上帝所赐的，供应我们肉体、我们身心灵的需要，让我们享受上帝你的创造，你所赐下丰富的预备。我们献上感恩，让我们身心灵都得上帝你的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礼拜结束，然后后面的地方我们预备这些中餐。感谢我们国立金家医院我们的餐厅我们的预备。有一件事情啊，这个讲堂里面不能拿东西进来吃喝，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外面，外面有教室，有一些小椅子。然后如果说你不需要椅子的，请你可以用站着然后顺便看他回廊墙壁上记载的那个普里基督教的